汉娜白色恐怖的受难者蔡坤林先生，今年已经90岁啊。伊是第一批白色恐怖时期奉送去绿岛的政治犯。做我来看伊的故事。我就是安尼啦，我敢若即场伫绿岛，敢若即场上，像即场的是应该是21岁啊，22岁的时。超着这张家己20通岁，也有含伫咧绿岛的男友蔡炳宏、杨俊良的相片。蔡坤林伫咧1930年出世，台中清水人。伫咧1950年伫清水镇公所做事务员，因为被政府指控参加读册会，被判10年有期徒。1951年奉送去关伫咧绿岛新生奋斗处，关押期间就发生夺走14个少年性命的绿岛再叛乱案。啥物人遐尼凶，遐尼残忍吼？甲遮囡仔掠来关都已经都就真凄惨嘛，佫也无代志佫家己拍死吼，这是我原来都是真袂当接受的。遮逢拍死的人，1953年拢伫咧绿岛新生奋斗处服刑。当年奋斗处就要求因爱配合一人一事良心救国运动，爱写血诗拥护政府，甚至就爱伫咧身躯写反共抗俄和杀猪拔毛的政治标记，互政府会当用来向外界证明家己感化教育有成功。蔡坤林的男友蔡炳宏因为唔愿配合，转断送青春。原来军法官都甲伊判好啊，结果是，互你搁3年减分嘛，先去到，有的是讲无罪吼，那个时间跟顶头1个月就变做全部死刑，不但无一支枪，也无枪支，也无一支刀都无的是，那是要安怎判乱啦？60当前的遗憾，即马蔡坤林甲想起来，心也真痛。蔡坤林伫咧出国了后，对台湾推展转型正义有期待。伊也伫咧318太阳花学运的时，摕蔡炳宏的相片到现场，和后辈徛斗阵捍卫正义。我当作是感觉着讲，我是即摆少年的粉丝啦。阮虽然老啊啦，但是阮会当死去做鬼啊！这歹人就上惊鬼啦，阮一定做鬼也要甲你斗相共安尼吼。这个伫迄个国会，甲少年约束的。蔡坤林也伫咧2018年促转会和国家人权博物馆成立的时，当面向蔡总统讲起绿岛再叛乱案的过去，也得到蔡总统亲嘴承诺，定着会甲严格审查本案的人查明详细，或者无辜牺牲者在天之灵会当得到安慰。记者阿敏珍、夏桂林台北报道。